修道没有量力而为几个字，要全力以赴啊，拼啦，拼好戏啦，那拼戏刚好以身殉道，刚好成道回天。啊，几个拼戏的，无几个啊，不要保留实力啊，在某个单位不好意思讲出来。有一个医生跟前人在讲哦，监林开了卖开到这暗啦，早一点休息啦，大家肝都不好，身体不好，最好10点就摆平啦。哦，11点以后就千万不要再开会了啦。那个医生就讲，结果有一天他中风了，那前人去看他，你不是叫我们早点睡觉吗？啊，你自己准时9点睡觉，你先摆在这边了，你先摆平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行功立德，怎么消烟解内，身体怎么健康呢？身心灵同时兼顾，身体有病看医生，心有病心病心药医，用真理洗涤，要看经典，要看训文。灵有病用功德水来医，所以身心灵同步治疗，你才会健康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勇敢的承担了，面对全力以赴啊。那接着呢？